砸烂旧西藏，文化大革命狂暴，斗牛鬼蛇神。游斗队伍正经过爬过东街那一片极有气派的藏式建筑，昔日是大贵族索康王亲给类的宅院。索康的意思是位于拐角的房子，因其坐落于爬过街东南交接处而得名。建于17世纪，1993年被拆除改建为赛康商场。紧挨一旁的是护法班达拉姆的擦擦康模制的小离像龛，与索康宅院的东壁相连接。此事已被泥巴糊满，跟前的香炉已被砸毁。索康这个在旧西藏政府担任高官的贵族，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。如果不是在1959年逃亡印度，他必定会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游街示众，再踏上一只脚，叫他永世不得翻身。仔细再看这幅照片，在两个女子抬着的毛泽东画像的右侧靠后，走着一个穿深色中山装、头发黑亮的男子，一看就是汉人干部。另外，可以在人群中发现这么几个有意思的人：一个是挂着相机、满脸堆笑的男人，一个是凑上前在给牛鬼蛇神拍照的背影，还有一个人手拿相机正扭头观望。他们是谁呢？记者吗？经辨认，据说那个满脸堆笑的男人是西藏日报的一位记者，那个扭头观望的男人是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一位记者。当时西藏有这么几个新闻机构：新华社驻西藏分社、西藏日报、西藏军区主办的高原战士报、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，是西藏文革期间相当活跃的媒体。但在当时的报纸上，我们却看不到一幅批斗牛鬼蛇神的照片。这个被画了大花脸的人是谁？从他身上的袈裟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位僧人。身穿袈裟的他，双手捧着一个小佛龛，脖子上挂了一对金刚铃。当他被两个积极分子压着走过大街小巷的时候，从那漫画式的脸上依稀可见他痛苦的眼神。这个被筹划的僧人头戴的高帽上写着他的名字，不过只能看出牛鬼蛇神和假错的字样，但他还是被认出是色拉寺的高僧仁波切，又写仁波切，全名仁布阿汪假错。文革结束后，他离开西藏去了印度，如今定居在美国纽约，已有80高龄。注：于2006年初在印度色拉寺圆寂。在法国记者董尼德著述的《西藏生与死：雪域的民族主义》一书中，其中就西藏在文革中经受的苦难，特别采访了一位叫日不特的活佛。从一些事实对照来看，或有可能就是仁波切。经历了35场大大小小的斗争会，在斗争会时间，我必须要戴上长长尖尖的帽子，我也必须要披上袈裟，好让群众知道我是属于黑五类。他们在我的袈裟上挂上各式各样的法器、徽章来愚弄我。曾经有2次，我在喇叭、铜锣与红卫兵的嘲笑声的引导下，被迫在拉萨市区游行。斗争会一般是在下工后，晚上8点到11点间举行。白天我得做工，我被指派参加建筑工程和敲石头。控诉我的人很自然的是个汉人，他叫郭祥志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他是我居住那一片区的负责人。他控告我和达赖喇嘛有秘密联系，和外国反动分子接触，图谋组织西藏的独立运动。他们逼着我当众低着头趴在地，然后
对我施行批评与殴打。有一次，他们用枪托在我的右耳上狠狠地撞击，以至于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有种听觉障碍。经过毒打后，我只看得见那些刽子手的脚而已。事实上，我是拉萨的喇嘛中受罪受得最少的一个。我现在还能活着，能够为这件事作证，就是一个证据。前面提及小昭示主供佛即尼泊尔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，在破狮旧时被革命群众砸断，上半截被带往北京，下半截扔弃拉萨。文革结束后，班禅喇嘛从北京某工厂的仓库里找到了上半截塑像，由专程赴北京寻找西藏宗教圣器的仁波切等人带回拉萨，再和下半截塑像拼接，如今供奉在小昭寺。据董立德记载，仁波切他们发现在北京市中心的故宫里面至少堆积着有26吨的西藏宗教圣器，这些雕像及礼仪法器总共装成163只木箱，被运回西藏，物归原主。另外还有6吨的宗教圣物，则是在北京的孔庙里找到的，这些也装成上百的木箱运回西藏。他们总共动用了600个木箱，把13537尊的佛像运回西藏。然而这些也只不过是被偷或者是被打坏的宝藏的一小部分而已。照片上那2个揪着仁波切的脖子大步行走的积极分子，左边戴着鸭舌帽的是曾经如此揪着德木夫人游街的丹增，右边戴着军帽的是丹杰林居委会的自保委员乙系，他因为脖子是歪的，又叫乙系子句，意思是歪脖子乙系。此人后来在武斗中当了农牧民司令部的副司令，属于2派中大莲子这一派的骨干成员。文革后离了婚，开了一个小小的甜茶馆度日，几年前病故。这组批斗队伍正经过何处？据看过照片的藏人说，可能是由车布林市至小昭寺的巷子。戴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押解下绕拉萨城游街，其中就有被画上大花脸的仁波切以及积极分子丹增和乙系。这个被画上2撇小胡子，左耳挂着梭金长耳坠、贵族和官员的标志的人，全名是拼康赤伦顿珠，其父当过1940年代的噶伦噶夏政府主管官员，共4人，一生3叔。其兄是锡金国王的女婿，其妻是贵族查荣家族的小姐，本人是一个少爷，当过4品官员，一生平庸无为。他又被称作姚西拼康，而姚西以为国父之庄园，专指历代达赖喇嘛的家族。拼康家族中诞生过第11世达赖喇嘛，故获此尊号。颇有意思的是，照片上的拼康除了被装扮得像小丑，双手还捧着一个盛有西餐刀叉的盒子，这大概是为了显示他这个剥削阶级的腐败生活。居委会的革命群众专门勒令他如此被游街，可为什么偏偏在那么多的剥削罪证里挑中了一套刀叉？是不是因为翻身农奴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刀叉，结果从一堆金银珠宝中抓出了这么一盒晃花了眼睛的西餐刀叉，压着拉长了脸的拼康走街串巷，这倒是为这场批斗牛鬼蛇神的游街活动平添了几分喜剧色彩。
又有人说，这是因为平康家族素来与西方人关系密切，所以特意挑选这样一套西餐刀叉，让平康捧着游街，以此作为他里通外国的证据。平康也是登吉林居委会的牛鬼蛇神。文革结束后，他获得平反，被安排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委员。他是1990年前后去世的。如今位于法国老街北面的平康大院被视为值得保护的古建筑，据说有100多年的历史，于2003年维修。住在里面的是居委会安排的居民和花钱买下房屋的康区藏人。在11世达赖喇嘛住过的房子和平康家过去的经堂，还能看见极其美丽的往日壁画，柱子和檐头都雕有花朵。注：平康大院现已被汉人商人改造成酒店和工艺品商店。如此同仇敌忾的批斗场面在当时实在常见，无数攥紧的拳头，无数愤怒的斥责从四面八方如暴风骤雨一般砸向人群的中心，使这幅照片在视觉上有一种激流回转的效果。而那个落入人民群众汪洋大海的漩涡之中，正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牛鬼蛇神是谁呢？是西藏最著名的女性仁波切桑丁多吉帕姆德钦屈尊，年仅24岁，刚生下第3个孩子才1个多月。就在不久前，鉴于1959年原本追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他，很快又返回西藏。他被视为弃暗投明的爱国主义者，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宾，受到毛泽东的接见，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物质待遇。朵吉帕姆是河坝林居委会的牛鬼蛇神，批斗他的革命群众都是河坝林居委会的居民。批斗现场在朵吉帕姆的府邸，位于法国东街的清真大寺一带。朵吉帕姆的前夫嘎雪伦祖朗杰接受了我的采访，他感慨万千地说，这些照片人家看见的话会说什么呢？本来朵吉帕姆当时59年从印度回来的时候，正是因为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了4不政策，也就是不杀、不关、不判、不斗。回忆当天的情景，他的语气沉重。那是8月底的一天，下午2、3点的样子。我们正在家里忙着照顾刚生下不久的儿子，突然听到院子外敲锣打鼓的声音，喊口号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一群人闯进我们家里，一进来就抄家，又是砸又是烧，然后把多吉帕姆赶到院子里开始批斗他。但马上来了几个解放军和城关区的官员，他们阻拦说不能把多吉帕姆带到街上去游斗，因为他是自愿回国的，弃暗投明，和其他的牛鬼蛇神不一样，要特殊对待，不然会在国际上造成不好的影响，所以只能在院子里批斗，也不能戴高帽子。这是我们家的院子，你看看右边那棵树，左边的窗户。哦，阿玛吉拉在这里，他当时就住在我们的院子里，是个一般的老百姓，他没有斗过多吉帕姆，只是在一旁看。哦，阿尼拉珍也在这里，他是居委会的主任，他斗得最凶。治保主任边巴茨人也在这儿，积极分子普布茨人也在这儿，他们现在都死了。那个女人挨着毛主席像左边的那个高高的女人是个康区藏人，住在清真大寺西面的恰布嘎桑，现在可能也死了。哦，
茨拉姆也在这儿。耐人寻味的是那幅被高高举起的毛泽东画像，他那冷峻的表情和凝视远方的眼神，是与如此激烈的群众场面并不协调，但又更有那种高瞻远瞩、指挥一切、胜利在握的神圣权威感。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，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，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。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，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。